促转会伫9月提出要甲中正纪念堂规划做翻新维权历史公园的想法。今仔日民间团体也进一步提出因的看法，包括着甲这个东上山走进前，爱先甲大门关起来，基队嘛着爱换所在草原。促转会9月公布中正纪念堂转型方案，计划甲园区转做翻新维权历史公园，依度包括诛解石东上等维权上顶，按算伫明年向外界说明详细方案。民间团体今日进一步建议，伫东上山走进前，爱带先有其他的措施。伫还未山走以前，中正庙大厅的大门应该暂时关起来。三军仪队长期伫中正庙大厅内。操演对维权者的崇敬仪式，应该该刷起自由广场摆楼的下底。我们非常急切的想要知道，到底这个方案何时以及如何要来进行真正的转型。民间团体批评韩国不要替有维权争议的总统曾笃焕办国葬，西班牙嘛甲国内独裁者 Franco 的东上拢拆除，但是台湾的维权上顶却也是用国家的力量在维护。针对民间的建议，促转会嘛提出回应。例如说一队的展演到这个广场进行等等哈，那我们之前也有类似的想法，那我们也能够赞同说，在整个转型还没有具体落实之前，各个主管机关、文化部啊等等，大家一起来共同这个参采这个配套的建议。促转会表示，详细方案会伫明年5月提交行政院，伫明年3月左右会向大众收集转型相关的建议，以导游展现互民众了解转型了后的模样。记者阮兆水台北报道。